喺我身邊呢，就係 Z 風暴嘅林導演啦，林德祿導演啦。我喺隔離見到林導演呢就好緊張，因為林導演你曾經喺 ICAC 做過好多年啦。我覺得我嗰啲喐一喐呢，眉頭眼額都知俾你估到我諗緊啲乜嘢㗎啦。係咪真係好複雜㗎啦 ICAC 嗰度？咁又冇講得咁誇張，不過即係我經過咁多年睇過佢哋啲機密檔案呢，了解到呢，原來呢要查一件貪污案呢，係要呢based on呢一啲鍥而不捨嘅精神，仲埋呢佢哋 ICAC 做嘢，咩嘢都係法律賦予佢哋嘅權力，咁變咗佢哋唔會亂嚟，佢要收集大量嘅資料，足夠證據啦，先至可以請人翻去飲咖啡嘅。講緊呢杯咖啡咧，真係唔簡單啊！咁啊，知道林導演你之前都做過好多 ICAC 嘅劇種啦。咁啊，今次呢好似都再複雜，因為之前啊同其他議員訪問呢，佢哋話都去過睇一啲檔案啊，或者去了解啲即係實情啦。完全係話原來最真實嗰面可以係咁嘅喎。咁你覺得咁多位演員去做功課嘅時候，今次表現你滿唔滿意啊？佢哋好投入，好難得，因為可能呢，即係呢啲角色。佢哋個新鮮感比較強啦，咁所以同埋我亦都喺個角色嘅背景嗰度，我哋俾多啲資料佢哋參考啦。咁變咗佢哋唔係睇劇本去揣摩個角色咁簡單，佢仲有呢個角色佢嘅由來同埋佢嘅成長過程，我都有介紹俾佢哋知道。咁變咗呢個佢哋呢唔係演一個軀殼，佢哋演埋佢裏邊嘅血肉。血肉添重要咁啊！譬如話，即係導演，你會唔會喺個過程裏邊呢點樣帶演員去深入佢呢套戲嘅血同肉，真係咁栩栩如生呢？嗱，角色呢可以分外同內嘅。外呢咁好多時好容易模仿啦，嗰啲即係小動作啊，或者佢啲性格係通常係點樣形於外啊。但係內呢就話佢對事物對人嘅睇法呢，點都有佢自己嘅唔同一面嘅，咁我哋就要分析俾演員知咯。呢個角色佢嘅性格係點，佢背景嘅成長係點，佢而家心態係點，咁我就好自然呢，因為演員本身佢哋都有一個鬥心喺度嘅，一個好嘅演員呢，佢自己本身有個鬥心嘅，越係呢，即係成名嘅演員呢，佢鬥心就越強嘅。咁當然有啲新嘅演員，佢亦都鬥心好強。咁有鬥心呢，就好容易呢，佢會呢接受咗你嘅意見，佢參考咗啲資料呢，佢自己自發性呢會發揮到出嚟嘅。咁再問一問啦，今次兩大型男啦，家棟同埋古仔呢對戲啊，你對佢哋今次嘅表現，佢嘅鬥心同埋表現有咩評價啦？只有兩個字，一流。一流啊，係咪啊？兩個都即係難分難解啊，係咪啊？咁嗰啲譬如其他原來啲新人啦，天馬而家有啲新人都喺度做一啲，都係做廉政人員啊，或者有做古仔老婆嘅角色啊。咁你覺得佢哋嘅表現又點啊？我覺得呢班係喺未來影圈嘅新力軍嚟㗎，呢啲係接班人，靠佢哋。實力派同埋有鬥心。好啊，咁總結一下啦，林導演，即係如果要講呢《Z 風暴》呢套戲，你希望我哋咁多位朋友睇完之後呢，會帶嚟一個咩訊息俾佢哋呢？我希望帶到個正面嘅信息啦，因為而家社會或者對年青人嚟講都好大壓力，佢哋喺咩個社會下邊啲生活嘅質素係點呢？咁 ICAC 過去嗰40年，由1974年開始，係幫到香港呢做一個公平公義嘅社會嘅。咁希望喺呢個咁嘅情況下邊，我哋嘅年青人，特別喺香港成長一代，佢哋有咁嘅意識，亦都呢係呢受惠於咁嘅環境，係繼續佢哋嘅生活。好啊，咁我哋期待呢就係睇到《Z 風暴》入邊嘅難分難解同埋血同埋肉。唔該晒林導演，多謝各位，拜拜。